来，我们就搞本小兵老师，掌声欢迎。好，谢谢我们卢婷主持人哦。好，今天呢非常开心哦，应渔夫村市长的邀请，请小兵来唱客家歌。那刚刚我们主持人介绍说，俺妈妈哈嘎年哦，跳舞哈嘎年哦，所以变成说今天本来想说在那边唱歌，一开始说要唱客家歌，我本来想说要来唱一首大家熟悉的歌，老师今天给我大一点哦。这好，那我本来想说的来唱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歌，这首歌大家都会唱。呼嘎夏嘎啦，呼嘎夏嘎啦。但是想说今天不要这么嗨，今天要感性一点。大家以为我要唱日出，对不对？小酒神，没这首歌曲。那刚刚呢，主持人有介绍到说，小兵呢这个有一首创作歌，客家歌。当时呢，我在修这个硕班传播学院硕班论文的时候呢，我就写了一些创作歌曲，以这个创作专辑的方式来写这个论文。那里面有国语歌，有蓝调，然后有台语歌，也有一首客家歌在其中哦。那今天想说，有这个机会来唱客家歌，再跟大家分享这一首我的一个创作的作品。那在小兵唱歌之前，要先请大家拿出手机来。不是要把我当荧光灯照哦，拿出手机，打开脸书，然后搜寻一下陈宜宾 ，follow 一下，大家按个赞这样啊。好，认真一点哦。这首歌曲啊，其实是因为俺妈妈她当年哦在头屋，那时候在星光纺织厂当会计。那我爸爸呢，我们是云林西螺人。我爸爸以前阿公那个年代当中算是西螺的首富，做那个碾米厂的哦。那阿公呢就很海派，很赚钱，然后呢帮就高金箔啦、七节公啊啦都盖大房子，那房子都是那种巴洛克那种建筑的大房子哦。他后来呢，因为呢这个帮人家做保，就海派嘛，做人海派帮人家做保投资，然后后来呢就倒了，事业就倒了哦。那倒了之后呢，我爸爸呢那时候已经到台中家商，我爸爸是27年次的台中家商银保科2年级。那因此呢，就休学，然后北上去台北找一个叔公学玻璃，然后就辗转到竹南头份这边做玻璃，然后在苗栗头屋那时候也是整片的玻璃工厂，然后认识了我妈妈。那我妈妈呢就很辛苦啊，其实，在以前那年代的客家人，在那个年代当中，其实尤其客家的这个婆婆妈妈们哦都很辛苦。那我们客家人妇女同胞呢，更有那种刚干精神哦。就是很吃苦、很刻苦、很耐劳。那年代当中做玻璃的有分2种人，一种是很赚钱的做玻璃的人，另外一种是不赚钱的做玻璃的人。那我爸爸就是属于那个比较漂泊比较没有办法赚大钱的这玻璃工厂的工人。好，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我是以这个石莲花来当个创作的一个理念。那石莲花大家知道，它就是多肉植物嘛。那石莲花很厉害，它就像李宗盛大哥以前写一首歌叫做《油麻菜籽》，电影的主题曲。它就是一个在怎样的恶劣环境当中，它都可以自顾自的一个长大，然后很韧性，充满了韧性，充满了坚强，然后呢，一样呢可以呢开花结果，在石壁缝里面的话呢，一样也可以开花结果。那这个就是我那时候很感念，就是我妈妈很辛苦一辈子应该是没有享福到啦。那后来呢，又一堆癌症上升就后来都在医院当中度过。那个时候，小兵呢在新竹开美歌餐厅，又进飞碟电台，就开始3地奔波，然后新竹，然后台北飞碟，台北的3种，然后我妈那时候反反复复的进出医院。那变成说，该享福的时候都没有享福到，很早就走了哦。所以那时候写这首歌曲呢，就是来送给妈妈之外，也是感念很多真的很多辛苦的客家的婆婆妈妈们，真的为了家很认真、负责、牺牲、奉献的精神哦。我来呀，开花。
事，正在爱不下，爱用嘅法，无人看顾己，咿咿呀呀，自己发紧呀。沙里花，春那开百花，正在撒边风。水来打，爱用嘅法，最近口袋法，比比嘅呀，变成台风茶。咿呀咿水茶，叫叫家用嘅是命。咿呀咿放开呀呀呀，想在打拼。咿呀咿的法。走的无命，咿呀咿个命，下下阿个伊萨玛。沙里发。春那开百花，正在撒边风，不怕水来打。爱用嘅法，最近口台法，比比嘅呀，变成台风茶。咿呀咿水茶，叫叫家用嘅是命。咿呀咿放开呀呀呀，想在打拼。咿呀咿的法呀呀，做的咧无命。咿呀咿个命，下下阿个伊萨玛。呀呀站落去，我乃无水呀开花。花花开满头，大家夫妇的团圆。咿呀咿水塔，叫叫家用的是命。咿呀咿花开呀呀呀，想在打拼。咿呀咿的法呀呀，做的的无命。咿呀咿个命。下阿个伊萨玛。沙莲法，谢谢。谢谢我们的小兵老师，小兵老师会讲客家话吗？会啊，会啊，俺爸爸客家人啊，有冇讲客家话？大嘴扶一下，多一百好吗？大家好，也係小餅姑。小餅姑，大家喜愛竹南郭富城。今天們有請佢過來帶來兩首嘅歌曲，我們歡迎岳君。下個歌曲氣氛意，希望充滿呢大家嘅氣氛嘛，好嘛？來自誰？董建丹，等下邀請大家大家跟我唱好不好？還沒有歌詞。又到了明了嘅時間，也係愛心情情快樂嘅時間，因為愛已初戀愛嘅火柴已見，愛已分嘅已分個個出來，困地已唔驚半依啲，到到你無記飛流
你讲，再差路讲，无时间太成功，你的意义总不爱去你行下去，你的笑容伊，你的无助你，你的孤伤你，你的自私孤立，带不爱力量又风行，在内心独感的永分离。一分一，一分一，一分一，爱你真心体贴一分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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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上爱痛又好结局。个个不出来，看电影行本意里，拄到你无机会留伊讲，再差拄讲，无时间太成功。总不爱去你行下去，你的善良伊，你的无助你，你的孤伤你，你的自私孤立，带不爱力量又风行，在爱心独感的永分离，一分一，一分一。一分一，爱的真心体贴，一分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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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上爱痛又个结局，一分一，一分一。真心体贴，一分一，我一分一，一分一，一分一，爱上爱痛又个结局。后堂的花，一分买花，来早上好吗？安子谁？好，是我们大家施总，还有我们现场的总管，还有我们有的雄心大家，大家好。好，今天董欢喜也可以站上家演唱会的舞台。今天呢，我带来我的2首歌曲，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哦。那2首歌曲可以来特别下本美丽的歌曲。然后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我要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动起来了哦。现场弟弟妹妹们哦，应该很喜欢岳军哥哥啦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试一下的哦。这首歌很简单，叫《爱冲马街》，你冲马街。待会呢，唐董爱冲引你赛，然后。你从现场的包含一颗山，好吗？简单嘛。这首歌懂洗脑，一边大概就会冲。来试一次哦。爱冲引你山，你冲一颗山，很好。然后下一句，爱冲山西，你冲去跳舞。来试一次哦。爱冲山西，你冲。下一句，爱冲567，你冲真生气。来咯，爱冲567，你冲，非常好，最后一句哦，爱冲789，你冲好朋友，爱冲789，你冲，非常好，一边就会带来这首爱冲马开，你冲马开，接下来麻烦双手借给我老师音乐写下，谢谢，把你们的手机灯还跟我一起动起来，好不好？上面的朋友在哪里？左边的朋友，我需要大家的热情哦。
准备咯。也来咯，客家庄，看到乡亲笑容容，太过太子都年轻，学色好了无天公，妹妹拜茶妹妹冲，阿公阿婆面风风，阿爸阿妹都欢喜，带着一家做乐福。精彩表演节目歌，有请大家向阿做，爱从一三一从，爱从三四一从，爱从六七，爱从七八九，你从好朋友，爱从五三个。你从爱打球，爱从幼稚园，你从细一年，爱从细阿公，你从会唱歌，爱从细阿姊，你从讲讲是梦耶，非常好。接下来来谈到这首歌，掌声在哪里？尖叫声哦，往右边尖叫声，后面的朋友。全部的朋友，谢谢你们，再来哦！来到美丽寺，看到乡亲笑容容，太过太子都年轻，红色好了无天公，妹妹拜茶妹妹冲，阿公阿婆面风风，右边人。阿爸阿妹都欢喜，带着一家做乐福，精彩表演节目好，有请大家向阿做，爱从一三一从，爱从三四一从，爱从六七。你从，爱从七八九，你从，爱从五三个，你从爱打球，爱从幼稚园，你从细一个，爱从细阿公，你从会唱歌，爱从细阿姊，你从讲讲细梦耶。从一三一从，爱从三四一从，爱大声，爱从六七一从，爱从七八九一从，爱从五三个一从爱打球，爱从幼稚园一从细一个，爱从细阿公一从会唱歌，爱从细阿姊一从。讲什么耶？讲什么耶？讲什么耶？感谢平安，充满爱下给我，祝福大家，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什么大家爱你，谢谢。谢谢岳军，谢谢。大家撒哈人呢，要去同 TKV 表演，有唱到迄口玉贵州嘅布马车，布马车客家人係講鉗布馬。等下大家會看到有청년，做定太鳳山嘅청년，還有鉗的馬嘅主角，也有輕重要嘅人物。等下做在看家嘅神團啊，還有表情，還有動作。唔但唱樣，還有口述擺腳嘅那啲良善嘅人，還有婦人家、老人家，還有長長嘅細阿妹。等下呢，輕重要嘅係口玉貴州嘅布馬車，受到總統嘅就職典禮來表演哦，按精彩嘅表演，大家眾賞歡迎。
天团那係人嘅청년遊記。學子呢，高中青年用防體來派將軍，還有先鋒來保護青年嘅安全，幫青年做定轉到家鄉來居住哦。然後呢，就是郵件上了，大家就會看到有拿到另外一位，然後前頭一位就去求書擺腳拿定良善嘅人，還有呢數拿定酒館呢，還有乖乖嘅老阿爸，數拿定新年嘅係人嘅老阿婆，還有開定花籃嘅細阿妹嘅，全部係貼配來做用心嘅安排哦。然後係天一團來到馬嘅來高橋，從前我騎馬高橋嘅時節，馬係看到橋下河把水多好似架嘅樣嘅，嚇嘅一下，騎馬兒上嚟馬嘅高橋，三無辦法來唔停拖，前後係費一番功夫，將天氣順利高橋哦。也比係人嘅先鋒，佢嚟保護青年嘅。撒係嚟也比係人嘅將軍哦，叫佢嚟保護青年嘅安全。看起來有練過哦。接下來係拿定酒館嘅來乖乖嘅老阿公嘅，還有參謀哈，哎呦！接下來係拿定三日嘅老鄉，哎呦有拉鄉嘛，然後係開定法蘭嘅細阿姊嘅，有講嘛？開始出發了。我諗到。
还有冲年嘅村经过田种嘅时节，马系来到内港渡风嘅，其马要上千番番，老马要来起来，无奈何把den冲年嘅马系色彩系牵唔放起来，故所呢等下皮同冲年转加强资助嘅所有人，向下就出力咯。哇，来起来了，继续向前行，要转到加强来资助了。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苗栗市用心的培育客家儿童舞蹈的珊珊吴一芳，今年每来听数苗栗市公所来成立客家儿童舞蹈团，今日原准备是客家讲什么的表演，大家众赏分呀！甜美嘅笑容定下，强烈你嘅男心作比真爱，我都chẳng nói，花哋出去捱嘅價，聽下學人係人咯。客家啲姑娘千山萬，客家啲姑娘多才華，客家啲姑娘當前車，將會帶來意義，萬代嘅流神花。
我们现在呢，给你有25排。现在呢，我们就先将牌的彩球呢放到我们的摸彩箱里头，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放进去。那另外一侧呢是我们的座位的号码，我们也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放到摸彩箱里头。等一下，大家有记得哦。如果呢抽中的呢是空位的话，我们就会直接再换下一个这样子。那如果抽到牌呢，那一排的号码呢太大了，因为有的没有到这么大的数字的话，那我们一样会针对我们这一排的座位来重新抽哦。大家这样子有糖的什么？大家想要得奖吗？想啊，好。好，来，我们请珊珊第一位小朋友，哪一排想要得奖呢？这里，好，我们来抽出第几排？第一排。第一排哦。来，我们第一排都是我们的长官贵宾，我们来再给我们后面的好吗？老师周代哈。来，我们再抽一次我们的牌。董威厨鸟，听一排吧。雅思这种聪明长工会不会几笔卡台吧？没想到全部除到前2排哟。来喽，我们来抽我们的号码喽。快去记到吼，大家记得这个记到好哦。第2排，等一下，我们请第2排先站起来好吗？第2排的我们先提起来。好，也请工作人员帮我们留意第2排的是谁抽到的哦。第2排的都要站起来哦。好，帮我们。第2排的第12号，给大家看。12号东大鱼，哇，恭喜！阿姨抢怂了呀！阿姨开心到不得了了，这样子，谢谢。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先到旁边等待。那我们请珊珊小朋友一起合照。那我们也请工作人员将我们电视的我们的图卡拿到台前来，谢谢。我们要拍照留念了，来比个赞，来比个可爱的七，对，可爱的七。好，那我们可不可以请摄影师到台前来呢？我们想要来往后拍一张大合照，这样子。来，我们请珊珊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里长代表，我们一起在台前，然后我们稍微蹲下来，对，稍微蹲下来。好，这样可能要再蹲一下，再蹲下来，可以吗？可以哈。好，我数到3、2、1，比个耶好吗？好，来，3、2、1，耶！好，来换个 pose， 比个可爱的7，对。好，我等一下会来录影一下哦。我说哈嘎狗后堂某，你要说什么？后堂，然后我们就说苗栗动起来好吗？哈嘎狗后堂某，后堂苗栗动起来，安永周对吗？好，来3、2、1，哈嘎狗后堂某，后堂苗栗动起来，耶！好，先感谢啊秘书奖的卢婷，今日有奖嘛？有啦吼，可以行出来绕一圈嘛。难得做安奖啦吼，还要安置些，也谢谢我们假期婚纱吼，因为我有拜托佢都马上讲，是讲唔怕不动吼，就来人啊就来加伞布，佢冇人啊数办过钱了吼，所以还是要谢谢假期婚纱。如果你们有这样子拍照的需求，也可以过去，在我们水源里的那附近哈。也谢谢我们王凤台副主席帮我们介绍。那其实我以前哈。苗栗县政府以前有创的时代，就要拍呢拍通，大班啊就要等我妈妈来看，我妈妈看完之後佢講，讓我按好嘅拍通無人來看咯，
啊，想有样呢。那时候其实俺们没想到啊，周易也以为做到师长，以前都是大概是前半段有人看，后半段的都没有人看，我就觉得很可惜。那我今年也特别跟我的业务单位，也谢谢我们客家科的朱立仁科长带领了我们的所有的同仁。所以我特别让人家讲，某适当做可能下主场可以嘛。当然下午场我们就是属于我们社区的很多好朋友，很多我们老中青，尤其是年轻人哈，是种特别去鼓励到后生人的表演啊，知道吼客家话从小来培养。用些嘢從細都希望講客家話，當然要等於我談唔實，所以我要特別拜託我小恒秘書吼，要特別來講一下一條字幕啦吼。當然我們請感謝葉昌宇老師哦，佢因為佢喺度啊，聯合大學做客家文化學院呢，一隻當好一隻教書哦，這本教人些嘢來做安尼客家文化傳承。當然現狀佢嘛清晰得很，所以苗栗市按叫知道苗栗市動起來嘛。對啦吼，因為演到實定的吼，以前較大雙重要，苗栗市青島之年本中南特別拿去，啊，文中做到適當之後，我當然幾乎我當然我老演講叫我開會，我叫我食飯，我就特別講吼，其實苗栗市客家文化底蘊當好的地方。一個地方如果有攀拜做定目劇，乜很多定目劇，做人特別去泰國了，去美國了，去韓國、日本了，主要有去解一隻歌曲，去解舞蹈來本大家來看。因為亞博都到旁邊有一隻客家嘅鐵道博物館。如果講佢當初食飯，下晝頭2-3點嘅吼，作為1點鐘嘅定目劇吼，用不同嘅聲樂來表演，用聲樂有一些大舞台的經驗，甚至用我啲好朋友來了解講，乜個客家文化，我希望係有安尼具備啦吼。因為嘛拜託客委會哦，尤其講良心嘛吼，客家人係較掂上嗰種嘅，較唔會爭取人客家福利。你看嘅好多年嘅明華園。其明華園一年拿幾多政府嘅補助到全台灣嘅巡演，嘛希望講下未必下擺攀不動嘅時候，要看到苗栗市一條口裝一條公務員一條同心嘛，然後下到啲補助盤咧，其實中央只要補助盤我哋我較無限，我哋賺唔到錢，但是賺到大家打破嘅對嘛。哦，我希望講苗栗吼，因為演講實定我哋18鄉鎮全部有一天嘅進步，尤其吼苗栗12張嘢全部有一天嘅水果，我知道苗栗做嘅當好一個地方，苗栗是一個客家文化底蘊當好嘅地方，尤其也北苗都更已經正式啟動嘅，我們按感謝吼，我工商發展處財民處長帶領我嘅都市計劃科嘅輿論吼，來裝訂嘅都市計劃更新。苗栗市70年從來唔是都市計劃更新過。嘛希望講細嘢專業，人就拜託個爸爸媽媽，拜託阿公阿婆，當鼓勵人哋後生嘅吼，多教一些細嘢，等到多教一些細嘢，人哋人口超過10萬時候，我相信有機會做苗栗市嘅都市計劃第一次的通盤檢討，因為苗栗當到地方係非都市計劃內，非都市計劃內吧，其實都冇幾大，只有中甜甜嘅。你看苗栗當奇怪哦。連義清宮前面的林家超市，按當時的地方佢做嘅都市計劃外，我知道按你當冇對苗栗市當冇公平，當然嚴重也實定，所以我哋已經做第一次的公辦都更都北苗嘅地方。當然南苗市長嘛希望有機會來做公辦都更，所以按叫我就拜託我國防部啦，做規劃產業區，留喺塘灣嘅對面嗰啲體育徑打開來，按叫我哋鋪馬交整理好，隔個挖好嘅，主要用大家去市場賣菜較方便。尤其前北嘅講，當到扒手，我開會嘅時候就拜託我嘅警察局講，佢扒手一天做得到嘅啦，只要你係用心去做，按都好一兩年就有發現到，就有被做到嘅啦扒手。我知道吼，縣市一家有得搭對就係講，老佢裝關一條拜託問嘅時候，佢知道人家苗栗市當有文化底蘊，甚至人哋大家人哋口裝公務員全部當上嘛，佢做咗當上嘛，拜託多幾個事情冇裝。我希望我本苗栗市一條上去。都要到成為一個很幸福、很快樂的一個好地方。佢每日一空公受尊批有下晝頭2台天師，暗部頭嘛有2台天師，
等下严重，他们7点基本无了冲过的，只有加码两台电视了哈。所以我希望伊比安尼主张就太个公平肯定呢，完全没有作弊，阿妈太个不义了哈。也希望说大家在我们这样子一个活动可以参与度，我们也希望说越来越多年轻人有一个表演的舞台。当然嘛，希望爸爸妈妈本身也不是安太读书安尼，本来做读书，但是有些文化的底蕴，不管唱唱歌的，不管跳跳舞，让其从小有到同好的学习的梦想哈。妈妈希望讲苗栗都演动带量子啊，NQL 达标，苗栗愿景全城市景，苗栗动起来，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谢谢大家，支持，谢谢。係呀，哈！大家用請熱烈嘅掌聲來分享安定一下嘅細友誒3之3嘉興幼兒園，掌聲歡迎！
精彩嘅表演，而邀請到嘅係文山國小嘅戲劇表演，而文山國小吼特別參加嘅客家嘅語文比賽，就拿到全國嘅好成績。今日就透過文山國小準備嘅故事，考試辦嘅太番薯，讓大家來介紹客家嘅美食嘅料理，大家眾賞來分呀！好，大家掌聲歡迎考試辦嘅太番薯。公道是非的爱情好，天办法办太风办，还有个菜高楼平板，七百温给饭条满，香香 QQ 当好吃啦，当好吃，太番薯真糊涂。好生来做唔做事，好，做乜嘢咪喏？大闸皮來，我唔識，安出啊！太番薯唔知嘅什麼嘅啊？哪啲啊？起甜吧？又唔係講人用油甜板好食？係啊，閒時閒見當上你買甜板啊？錯啊！認真啊，個想說，我咪就打甜板。本記說啦，太番薯烤肉，東姐愛說馬雞飯。八爺，說完八爺加一些，很香哦。當年東姐嘅時節，我咪出過，佢冇愛食，做馬雞冇愛食，因為佢講加一些啊。冇說沒講會加一些哦。親愛就像假設幾兩倍，快走的加幾些嘛？睇人嘅想法，總係老細人呢冇強用。哎呦，肚子痛啊！唔係啦，係肚癢啦。我咪叫你啲我卡要打扮你啊，等你係請大家來去我卡是扮你啊。好啊好啊，天時差唔多咧，大家行行來去啊，來去啊！一當太番薯味，開到我有數，一條兩三鋪拿，就賺到天了肚。哎呀喂呀，哈哈，還好到我，阿妹阿妹，我再來咧，再來，希望盼帶俺到頭好來哦。阿姨好，好，歡迎歡迎。阿妹，今晡日馬雞飯嘅好食，今晡日有贈菜包，很香啊！等下請大家食菜包哦。好啊好啊，阿妹總是打扮是定聽我。今晡日愛教大家打扮呢，愛打馬雞飯，新店版啊，也下大家先留做點辦過來。好。不但到新店版，木卡係有姜來嘅，全都甜點。內地小羊肉米大風辦來拜八公，大車八公甜點吃飯，也係頭擺流傳下來嘅風俗。來，我來教大家做新店版。好啊好啊。新店版，新希望，甜新店，甜福喜，分享福喜大家送。阿妹愛發生乜嘅事情？大家看呀，也係乜嘅版？新店版啊！新店版用溫熱到搶族誒！哈哈哈，搶族誒！新店版愛用板母來印，印出來有幾好嘅花紋，做乜嘅愛
啡南平等，强妹呀，手人做土的假型的，按到千斤板。错，按阳光公平。日本你是圣诞节咯？系啊。阿妹，圣诞老阿公要来嘛？唔知哦，客家人哪有讲嘛嘅圣诞节？是太无平庸咧。太番薯唔通起嘛嘅声音。哇！圣诞老阿公来了！圣诞老阿公，坐在客家帆布江上，带点点路来。叮叮当，叮叮当，一路飘过去。你来冲动，爱来跳舞，大家喜洋洋。嘿，大家好！哇，圣诞老公做嘅衫裤系客家发布衫。我客家圣诞老阿公。圣诞老阿公唔带乜嘅礼物来呀？来，大家注意哦！哇，按豆瓣呢？长讲太番薯青好色版呢，古手爱搭版呢来做电路哦。夜版呢系客家人青葱油嘅米汁。夜版讲。老古人讲，伊得办第三碗饭哦。客家人干三钢铁。平常时咪会用米打扮嚟做点心。这类酱油体力做细哦。讲到办嚟啲木腔嘅建议，就会打木腔嘅办嚟。今生今天拜祖先，咪用米打扮嚟来表他感恩嘅心。冇想到客家人打扮嚟嘅文化暗有意呢。圣诞老公唔通挨一條一來拿。年節喜慶表心意，中氣打扮今天氣，扮色文化愛傳承，客家版嘅好米西呀，好米西，客家版嘅名用詞典，聽聽聽。暗自說，將來了，來去說辦的哦。按自说，感謝文山國小好色版嘅太番薯。三下咧，我嚟睇下介紹係皮肉動作美麗嘅跳舞嘅表演者嘅美麗貴族，叫帶來人嘅茶香舞韻，帶來精彩嘅舞蹈表演，大家眾上歡迎。
谢谢。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的 Uni Dance， 还有我们的阿金老师所带领的团队，共同带来无共同的客家的歌曲表演，大家掌声欢迎。开始前先跟大家说，板桥的客语叫做面趴板，跟我念一次，面趴板。I like。面趴板，暗号是的面趴板，面趴板，暗号是的面趴板，面趴板，暗号是的面趴板，面趴板，暗号是的面趴板。这是我学的第一句客家话，是卖面的阿婆教我的。面趴板。画龙点睛 ，Open your world， 用声来都凝结，准备来消灾解厄。把身把万给自抛，准备往他的头上射。风暴爱宝庆太保，66大顺，街头有你眼不弥漫出低压，一头顺，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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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流，踩在满地鞭炮的马路上，像是在走红毯。走向国际化，废话没有你滚，从来就没人管。大吉大利，炸月大利，好运会往来。莫天灯啊，家家一天亮比南庙，天都变庙。包得紧紧，手脚冰冰，一头佛茶蛋糕。吸了3年份的二手烟雾传奇，就像座高楼。阿哥，自拍闪熊像阮拉莫，做对，夜在夜风跳加油，欢喜就好。欢喜就好，欢喜就好。蔓延到整个世界。当你跳起舞的时候，连女王都为你沉醉。灯光搭得正好，你在杯中摇曳，品尝你的各种层次，怎么可能有你？最完美的温度解放了你，我专注的程度简直痴迷。你散发的烟雾多么神秘，请你为我跳支舞吧 ，Oh I am beauty。你浪漫的气息，世界都为你臣服了，跨越多少世纪，千言万语说不出来。My Oriental beauty, my beauty and me, my Oriental beauty and me。不要太多你，我要我的发丝用在说起爱的故事给你。My Oriental beauty and me， 不要太多你。
走一步又一步，不好跳，超越步。你老爱你一天半着拍昂给什么？现在你飘天点亮苦并快乐来跳舞，用它漂亮的放一种发布。Unit Dance Studio， 等下呢，二边带来表演嘅，和我们同路经验嘅欣赏，我们的谢其国老师，也带来亲密集节目係一個包公聖牛車吼，然後睇下其實謝其國老師咩係人嘅客家山歌嘅宣傳師，佢係人頭風人哦。因為呢也愛好看佢，故所呢佢對戲曲嘅歌曲係動有興趣安樣。一下沒有留大家來提醒哦。等下呢謝其國老師嘅表演結束過後呢，會進行天一台天使嘅主角，嘅夜團時間呢，我做乜嘅呢？大家一定會來坐到 V 嘅行哦，因為一幫人嘅selfie片，等下就要開始來發放嘅，大家等下做得一片來聽來欣賞嘅謝其國老師嘅表演，一片呢拿定selfie片吼。大家用掌聲來歡迎我們謝其國老師包公聖牛車。在2020年10月嘅某一幕，在三江亚青之時，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嘅大事情啊！三江亚青受刑获作。關門關窗，防賊防頭。三江亞青，防賊防頭。就在此時，出現了一位神秘嘅人物。佢係蘇人文，佢係下邊人氣，原來佢係牛車彭太頭。我講翻啦。其實我很緊張哦，我這裡已經受不了。阿叫來看到，聽名嘅也來看到。有人作車咯，嚟看到有人作車咯，
有人作車咯，有人來作車咯。快叫人來看到腳車了，作車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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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车喽！帅哥，安帅哥，帅哥啊，是啊，安帅哥，帅哥，俺要嘛变成天朝的啦，安帅哥。牛马了奔哪里哪？来到了天啊，开来了云啊，泪连了连呐。哎呀，风啊，这是那个青牛马啦，哎呀，妈咪来在你那天叫的了。爱痛了从那天来过了云啊，归来了路那子，来团了烟啊。唉，俺们马啥，他个最很爱牛马手啦。俺爷母，你来着杨叔子，段名字，八个字，牛样子。哎呦，我个牛马来头现走，俺本身8个月呢，差不多出了50人个，怪哉了，就为了嘛呢，免是2点5出啦，汗水啦。哎呦，谈讲哦，呀，叫多哦，要感言我来哦。唉，实实嘞，俺牛也留不进吃体么，实实的报告，来去来去。风抽马汉，向前大耶路。神丈娘堂，一旁马那
爱爱了，专去啊，寻个自归法走啊！铁面无私，来盼安啊！给两条了，斧头啊，九头扎盘古开天都已经，涅盘阳来也攀岩，人人向爱报火炭，要唱火炭哦，无奈何，皇帝唔做报公，做你火炭条啊，今日封了身上的身子啊，爱下乡巡视啊，不知不觉来到哎呀苗栗文化中心。哦，人家市长坐到面前，哦，还按多位贵宾，啊，礼状也多，自规法有多冇？哦，有谈到，我再去签自规法，唔係啦，我再去簽牙把的事的啊。没自规法，哦，今日封了身上啊，我下乡巡视啊，来到哎呀嘅苗栗文化中心，就签字到呀，来坐了一下，来等候看来有乜嘅事情冇？王朝马汉，向後。阎王哦，阎王哦，啊阎王！师长，保太爷阎王哦！马街市长为阎王，马人都弄不系阎王。王朝马汉，看来你马人都系阎王。有何言情？我报告。唱随我來。来咋好人啊？我牛马數啦，按到乜計啊？牛馬數。牛馬數，看身材就知當場牛馬。哦，牛馬數，你有何言情？向你說來啊！師長，保太爺唔記得咧。乜嘅東西啊？師長唔記得，保太爺唔記得咧。乜嘅師長唔記得？師長就坐到面前，保太爺坐到呀，讓我唔記得呢。唔係啦，我嘅天100，我結晒嚟嗬，我記得我講法當假。啊，天100看到保太爺，我講下三條娘，講聽假，再講下師長啦，保太爺唔記得啦。保太爺師長，我有嘢錢，我嘅牛馬本人頭前走嘅啦。牛馬本人頭前？係。牛馬太條冇？比保太爺還太條。用得嘛？用得又較太條。用得咧。咁萬年有何證言啊？有，我看到嘅阿文咧，阿叫文有看到。好，傳阿叫文。傳阿叫文。
你阿叫有冇？参见太爷。哎，真是阿叫我。你有位阿叫喎，有講阿叫，做乜話阿叫呢？第三啦。哦，原來就會結殺啦，係冇？嘿，你有看到乜人跳舞嘅冇？上午嘅我個彭太條啦。彭太條。嘿啦。了解係彭太條，嘅人先退下。多謝太爺。阿哥冇下嘅濕，我講化了，再留下不要講。牛馬嫂，對，你還有乜個證人冇？有，還有那個臉上牆面裡面有看到。牆面啊有看到？有。穿牆面入場。穿牆面裡入場。禀報太爺，咩牆面誒？你講你牆面誒目睭看唔到，讓我看到也個車嚟啊！哦，事情係呢，因為我前段時間碰到一張，佢嘅時間看唔到，然後一段時間到到彭太條，係看到彭太條咧停緊住，冇係看到。哦，原來伊係白內障。哦，目鏡脱體。看到市長到哪冇？看得到。看到，好，表示你有看到，你向前退下。好，多謝太爺。給牛馬嫂，還有乜嘢？還有個白腳臉啊，白腳講啊，有看到。白腳講啊，好，穿白腳講。穿白腳講。唔多打太極拳呢？太唔到喲。咩？你有看到乜嘢企業嘅冇？有看到雙木嘅彭太條。彭太條嘛？我唔錯。好，你白腳有腳到冇？冇腳到。冇腳到。係。好，確實就係彭太條，也冇嘢事情，你先退下。家是本車嚟嚇到我，腳生拜拜哦，也唔會了。哎呦，哎呀，三位證人就講係彭太條，王朝馬漢，將彭太條捉上來。參見太爺，面前好人，我係彭太條。彭太條，聽講你條件牛馬所牛馬有樣哦。禀報太爺，我有不得已嘅苦衷。有乜嘅苦衷？因為我屋下也學了一條牛嘅，但是係牛骨啦。按叫唔知做乜嘅發錢也做乜嘅，看到我是強強就爬上來，跟牛嘅按太窄，我奶叫唔好，後背我將上到來去看牛馬所嘅牛馬，來家用啦，來幫我牛嘅牛骨來上好啊，等用好以後我將來看完佢啦。哦吼！原來係家用啊，家用啊，我先前我先講一下來，做唔得按條件，按條件算出嚟，我暫停我點啊？我同你講，牛馬嫂，一個彭太條假意思係假人牛馬用，但是用嘅就係假人咧。我想啊，根本啦，
来到俺度乡亲，大家要见证一下，也个牛马牛股本意申请好冇？做对冇？按牛马牛股做的申请，跟两沙也系诞生，两沙就向下结合做，向下做对冇？做得。牛马说。我想看哦，唔知还会用哦，安乐的哦。我吃可能没好，反正安就没冇改，有没好？有没好嘛？好啊，松松对对，万年富贵，就差很两岁，哎，两沙松松对对，万年富贵，准备判案判到呀，来，王朝马汉，哦。来大头恢复啊！今天铁鞭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马汉争人篇。钻天术，神仙如烟，彻地术，是条好汉。传他那书，铁臂神传，半江术，身手不凡。金毛术，一身是胆，这武术一解金安，旗下和武艺。谢谢大家，谢谢。海风有过好晴天。谢谢，谢谢我们谢其国老师带来这么精彩演出。老师，谢其国老师等下会出奖的哦。那我们也请我们的朱立仁朱科长等会到我们的台上来，也请我们的市长还有李总、太卡、Q 哈人从腿来验证哦。那跟大家刚刚的规则一样，会先抽牌，再抽号码。那如果呢，我们的号码呢是超过我们原本的号码数，会重新抽我们的号码。那抽中过的乡亲呢，也不会2次来中奖。那如果位置上没有人呢，我们就会继续来抽下一位幸运的观众哦。好，我们先请我们的谢其国老师，我们先请朱科长来帮我们抽是第几排？好。我们一样慢慢的先放进去，那我们的号也慢慢的放进去哦，跟刚刚是一样的哦。而准批除奖喽，而抽好了喽。好，我们的牌已经放好了，我们的号也放好了。来，我们先请我们的朱立仁朱科长是这一次的承办的科长，来帮我们抽出我们的牌。23排，23排，帮我们站起来好吗？在哪边？哇，这么上面，哇，今天都是筹头和尾哈。来，我们23排要抽我们的幸运观众，也请工作人员帮我们留意23排。来，号码是。20号有吗？李长，我们也在旁边，站进来这边。来，我们看前方的镜头。